另外，高雄凤山一架凤翔消防队的水上车昨暗出勤要赶去拍火，结果半路经过路口时，互一架大正拖车弄一个兵车，车内拢总5个消防队员受伤，其中一个55岁姓房的小队长不幸无命。下早消防局嘛有详细的说明。来，它是由北向南开哈结果它经过撞击之后，变成车头是往从南到北的这个方向，所以撞击力量是太大，所以而且有翻覆的现象哈，所以造成后座的3位同仁包括我们的洪小队长哈都是伤势比较严重的。小队长是不是有被抛出去，有被压到的一个状况吗？经过现场的一个勘查呢，是小队长他是有抛到外面我们洪永昌小队长呢，从事消防工作已经将近28年所有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都是尽心尽力了那包括他自己辖区凤翔分队辖区的救灾都是亲力亲为了还有支援其他单位，包括那个我们莫拉克台风期间呢，他也深入灾区从事10几天的工作的抢救工作，还有在817爆的时候呢他也在现场协助伤患的护送包括林园石化厂区的这个救灾大寮工厂火警的救灾呢都是只要他带班都是全力的来进行火警的这个扑灭跟抢救非常的尽心，非常的卖力。目前郭义警已经到一般的病房，那么其他3位呢经过医生全力的抢救目前都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那么生命的真相都相当的稳。